后来有这个春天气温回档来，但是有真侪人一透早爬起来，精神无较好，无打紧，颠倒是安尼头昏昏、脑顿顿，想要困，甚至规工拢真爱困。中医师讲，这是春困的现象，是因为春天的温差大，节气当咧转换，所以人就真会出现着春困症。尤其是这个气血循环较歹的人，也即是老大人甲幼囡仔上会来发生。讲会当透过运动啦，也即是加食一寡这个葱啊啦、姜啦、蒜头，来提升咱的阳气，赶走春困。春眠不觉晓，夏戏知多少。春天一个到，人安尼先特别爱困，尤其是气血循环较歹的人，老年人甲囡仔。去公园问这老大人，讲春天对因的精神敢有影响？恁春天敢会较爱困？没有一样，阮拢困袂去，免讲讲钟嘛好，干那唔困就唔困。伊目睭门啊金箍讲，拢干那唔困哩。10点外才来困，有时嘛困袂去，过来看小巴，看西桥啊。有时啊，我若看真歹哦，有时啊咪去电视前呀，我甲拍拍哩讲，这夭寿安尼甲喊甲。别人拢有影响，这个阿嬷拢无感觉，是讲真正有人伫这个时阵会愈来愈爱困。中医师提醒讲，若是爱困的情形愈来愈严重，爱说字，这个春困是假的，脑血管中风有可能是真的，爱赶紧找医生。春困的症头主要是因为春天有回温，温差较大，血管的收缩调节无顺，送到大脑的血无够，人就会先到到。多做点运动，食疗上呢，那可以加一点像葱姜蒜这些辛香料。其实这些辛香料其实也有点提神兴奋的作用了。葱啊炒牛肉、姜丝大肠、拢总芳上多，加食淡薄葱啊、蒜啊加姜，安尼你就会较有精神，袂阁爱拄久。